喺 ActiveBox 上邊，你可以隨意寫出唔同顏色嘅字體。如果要轉換顏色呢，只需要將文字選取，然後再喺色板上選擇唔同嘅顏色就得啦。如果需要更多顏色，甚至可以喺進階色板裏邊選擇。如果喺輕觸式嘅白板上邊要轉換顏色就冇咁簡單啦。我哋可以用佢嘅筆嚟到去寫字。如果用黑色筆寫出嚟嘅字就係黑色，藍色筆寫出嚟嘅字就係藍色啦。而如果要更改顏色，就需要先選取文字，再喺 Properties 裏邊選取顏色。程序上邊就非常複雜啦。